目內容只係個人意見同埋資訊分享，唔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果大家想投資嘅話，記得喺之前揾一啲專業嘅意見。Hello， 歡迎收睇 Wow 財經資訊台，我係 Wendy。咁今集咧繼續有 Jason，今日我同我哋做好呢個咧叫做優質股系列啦。我哋咧講咗一隻叫做 Netflix 先。咁咧我想問下啦，其實 Netflix 咧已經啱啱即係出咗業績啦，都算係幾靚仔嘅業績，但係唔知點解個股價咧就 drop 到咧。哇！慘不忍睹，我想問下究竟其實點解咧？咁我作翻一個比喻啦，話翻似即係呢一次啦 ，Netflix 嘅表現係點啦？即係你有一個學生好優秀噶啦，咁咧老師就預期咧佢考99分，結果派成績表嗰下佢攞咗98分，即係爭咗1分。1分係啦，但係結果咧佢自己嘅身價跌咗15%。即係我覺得太過苛刻啦，係啦，即係你睇 Netflix 嗰條數咧，其實佢已經係達到咗市場嘅預期嘅咯。咁如果你話佢做得唔好嘅話，可能喺盈利方面即係爭咗0.18% 差距啦。咁你喺純利方面其實都已經係超越咗市場預期，達到咗摩頂0.57%啊。佢都基本上叫唔係太差啦。咁但係結果佢嗰個股價表現喺派成績表嗰一日跌咗成11%，係咯，跌翻60幾蚊而家。係啦，咁我哋自己有立號嘅，即係60幾蚊嘅時候，咁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系統啦，去睇翻成個公司啦，同埋一個股價啦，究竟佢係咪合理嘅區間入邊嘅？咁如果你話用翻我哋系統咧，擺去 Netflix 呢個公司去做評估咧，其實佢係攞咗100蚊呢一個合理價錢嘅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話呢家65蚊，即係打緊咩折咧？6折咁樣咯。係啊，打緊5折啦，係啦。5折差唔多啦，係啦。咁其實 Netflix 咧，我哋係長期不停咁喺長倉有買入嘅。咁之前有90幾蚊有買過啦，80幾蚊買過啦，70幾蚊都有買過啦。而家60幾蚊，60幾蚊都買嘅。咁可能好多人會覺得我好傻啦，好天真啦。即係不過越跌越買咁做乜嘢咧？其實可能就叫越跌越買，越買越多。其實係越買越多。咁我哋自己本身喺長倉嘅做法就同好多基金係好似嘅。咁佢哋都未必係一次過買晒嘅，咁佢哋都可能係分階段啦，係分階段買啦，甚至乎喺比較低位嘅時候會買多啲啦。咁我哋自己都係用翻相同嘅策略。咁其實我哋自己覺得 Netflix 如果喺中長線嚟講係一個唔錯股票嚟嘅。咁最主要其實喺4個方面可以話佢係一個唔錯股票而值得長期持有啦。第一就係有一個口紅效應嘅，係或者我哋叫唇膏效應啦。係。咁呢個其實你之前有冇聽過呢一個效應咧？即係你買唔起 Chanel 都可以買到 Chanel 嘅香水或者雪糕咁樣咯。係啦，咁攞翻少少心靈嘅慰藉啦。咁呢一個效應喺咩時段咧係會特別明顯咧？就係經濟唔好嘅時候。係，而家經濟都真係一般嘅。就開始差啦，係啊。咁如果你可能以前我成日都要去睇舞台劇啊，睇即係電影啊，咁但係可能喺香港你一套電影嘅價錢係100蚊咁樣啦，即係你一張飛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以前可能睇4-5套嘅喎，每個月，但係依家可能你已經做唔到呢樣嘢啦。係慳翻少，使噶都係啦。咁但係如果 Netflix 咧，其實就可以無限睇喎。可能你俾200蚊、300蚊，咁你已經可以一個月無限睇嘅咯。係。咁同一時間，即可能我心情唔好、經濟唔好嘅時候，我就唔係好想出街嘅啦。咁我就留喺屋企即係叫咩啊？即係降級消費。留喺屋企降級消費睇下 Netflix 都唔差嘅，我覺得。其實都可以攞到好多心靈上嘅慰藉，亦都係即係花費更加多時間啦，唔好令到自己成日胡思亂想啦。係。咁所以其實口紅效應咧。其實喺經濟唔好嘅時候係發揮得更加大嘅，係性價比高啲啊嘛。係啦，咁所以我哋自己會預期可能嚟緊呢1-2年啦，個經濟都冇預期中咁好嘅，咁反而可能 Netflix 喺呢一段時間咧，反而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嘅。就好似之前疫情咁，都係有同一時間咁出現過呢啲情況啦。係啦，咁另外就第二點啦，就係咩咧？就係個龍頭嘅優勢。係啦，咁大家知如果串流平台之前就叫有 Disney Plus 咯，係有 Disney Plus 啦，有派拉蒙啦，有 Amazon 啦。咁其實如果你話以咁多大公司嚟講咧，其實Netflix 已經係做咗龍頭啦，係啦。咁佔咗差唔多接近40%多少少啦。佢啱啱就係想收購咧呢個叫華兄弟啦，但係結果就俾派拉蒙就叫做捷足先登啦，用一個更加高嘅價錢1100億啦去收購咗嘅。OK，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佢成功收購埋呢一個華納兄弟嘅話，其實佢真係可以絕對壟斷，係啦，絕對壟斷，係啦。大家做唔到住，係啊，做唔到，係啊，咁啊，但係佢就攞28億嘅分手費啊，我收購唔成功，但係結果喺派拉蒙咧賠翻28億嘅分手費俾我。咁呢一筆嘅28億嘅分手費咧，其實喺上季入咗賬噶啦，係啦。咁其實呢一樣嘢有咩好處咧？就係佢可以啟動一個計劃，係啱我講第3點，佢財務非常之穩健，佢就可以用呢筆錢去做好多回購，回購翻個股票。咁佢之前已經批咗250億嘅
額度啦嚟做一個回購嘅，咁加埋之前未用嗰啲咧，其實達到310億嘅，OK，嗯，咁如果計翻第三季係即係啱呢一度啦，咁樣嚟緊啦，咁其實佢已經用咗47億嘅價錢去回購噶咯，係啦，咁其實回購嘅力度係非常之大嘅，係，但係你計翻條數，其實佢可能都仲有270億，仲未用，仲可以收購，咁如果你係一個好即係叫咩啊？好長線睇啊，係啦，好識得佢計數嘅一個老闆嘅話咧，咁你如果要回購啲股票，通常你喺個高位130蚊回購，一定喺60零30。咁梗係要慢慢執低佢，慢慢回購下，將個股本再集中啲啦。哇，100幾蚊嘅話買得好少啫，如果60幾蚊買嘅話，咁咪多啲咯。最好佢跌到40幾蚊添。係啦，即係如果佢有機會跌到40幾蚊，其實佢可以收購更加多嘅股本嘅。OK，咁如果我哋計翻條數，可以270幾億再回購嘅話，其實可以收購18至20%嘅股本。係，咁就好似匯豐咁樣嘅。係，咁其實佢陰謀論地諗，係陰謀理論諗就係我出一個好差嘅未來預期俾個市場，而令到市場好恐慌，跟住個股價就可以大跌，然之後我自己喺低位再收購，點鬧？係啦，咁收購翻嚟嘅股本其實我係會註銷嘅，係，咁其實就會令到每一股嘅盈利好容易再上、再抽升。咁其實喺未來嚟講咧，即係話我賺可能唔使好多錢，但係其實每股盈利計翻嚟嘅話，可能已經係暴升嘅咯。就好似匯豐咁樣。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長線嚟睇，可能3至5年未來嚟講，可能 Netflix 嘅每股盈利係有機會係暴增，就係呢個原因啦。係啦。咁另外啦，仲要講埋佢有足夠嘅 cash flow 啦，手頭上嘅現金已經有125億，係啦，仲有佢非常之穩健，淨係今年計自由現金啦，可以有125億。所以咪就係話佢嘅資金啊、財務啊極穩健啦。係啦，即係你話驚會唔會倒閉咧？我同你講，佢絕對唔會倒閉，因為太有錢啦，唔會有任何嘅資不抵債情況出現。係，所以如果你睇翻喺財務方面嚟講，其實佢已經係非常之穩定啦。咁如果你話未來可能講緊半年或者1年入邊，我哋嘅經濟或者一個市場出現咗好大問題嘅時候，其實可能大家個投資者佢就會諗嘅嘢係另一個角度嘅思維喎，佢就唔係諗會唔會爆升，而係邊一啲企業嘅現金流係非常之多，個財務係好穩定，咁可能睇翻呢個準則嘅話，Netflix 係 number one 嘅企業嚟嘅咯。係，但係而家個股價真係非常之差，60幾大佬。係啦，咁我自己就問你個問題啦，如果跌到45蚊嘅時候，你買唔買？我都瞓身㗎，大佬，因為始終即係講真嗰個，我自己都有訂閱呢個嘅 Netflix 啊，係咪先？得閒無事撳兩下咁樣。即係都可以睇到一套戲嘅話，咁其實又唔使話好多錢每個月費，因為已經習慣咗訂閱。我諗唔少香港人都有即係訂閱呢個嘅 Netflix 嘅，係咯。有啲都唔單止係單一平台啲，可能好多個平台添。係啊，即係 Plus 都會有。有啲人睇波又會睇埋其他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咁講睇波啦，咁我講埋 Netflix 未來發展有咩方向啦。令我覺得佢可能發展潛力係好大啦。咁佢就係慢慢去做一啲體育嘅城市嘅直播咧，都開始做緊啦。即係佢收購咗一啲叫做專利權翻嚟啦，都可以播呢一啲體育嘅項目嘅。咁其實喺北美已經係開始有唔同嘅城市嘅體育項目咧，已經係喺個平台做緊噶啦。咁另外咧，大家都要留意啦，喺 AI 發展上可能係幫到佢喎，唔單止係挑戰到佢嘅喎。幫到佢係咩？就可能而家現時有300套戲已經用咗 AI 嘅技術去生成製作嗰個後期嗰個製作嗰啲場景。係啦，可能係後邊個 backdrop 嗰啲背景啦，係啊，或者周邊嗰啲環境啦。咁其實呢樣嘢咧係可以慳咗50% 成本，但係製作嘅時間可以快2倍。咁有個記者都問過，其實你如果話 AI 應用嘅時候已經慳咗咁多成本，你會唔會將個製作成本係減低咧？因為之前你批咗200億出嚟噶嘛，佢話過佢唔會，即係呢200億其實我都係擺喺度噶啦，我做節目噶啦，只不過 AI 生成嘅技術即係做咗之後快咗，其實我慳咗個錢，其實可能係擺喺其他方面，其他嘅製作或者其他可能影片，我諗可能即係去擺佢原構，即係可能原創嗰啲係咪會再多啲？可能喺劇本方面啦，可能喺演員嘅培訓方面啦，可能喺後期製作其他方面啦，可能會再提升咗。甚至乎一套電影其實最重要嘅唔係話個 backdrop 靚唔靚，而係個 storytelling 究竟好唔好，一個故事嘅演講方式啊，吸唔吸引係啊，同埋佢都要維持佢龍頭嘅地位，錢係唔可以使得少都有。係啦，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冇諗過慳呢個製作成本嘅，咁呢一個亦都係反映佢有另一個優勢啦，就係佢全球已經有3.25億嘅用戶，係啦，咁你諗下，所以1蚊已經3.幾億，係啊，3.1美金我講緊，係啊，但係就我哋一個人都唔止收1蚊啦，係咯，每人10蚊，即係佢有不停有足夠現金流去
support 佢嗰個維持一個高品質嘅製作咯。係咁其實我成日都覺得 AI 啲生成劇集其實未必會影響到 Netflix 嘅，因為大家係兩個唔同嘅項目或者唔同嘅客戶群嘅。係啊，好似一個預製菜會唔會挑戰咗一個升級嘅和牛餐廳咧？即係唔會挑戰到米芝蓮咯。另一個係咪先預製菜嘅話，其實大家就好似速食咁樣，好快脆兩倍速睇完一個古仔就算啦。但係如果你對品質有要求，你未必中意食預製菜嘅喎。係啊，咁我寧願係我俾少少錢，但係我可以享受一個和牛級別嘅服務嘅食用嘅體驗係為主嘅咯。咁可能 Netflix 係同直接嗰啲 AI 生成劇咧，就係兩個市場嚟嘅。AI 生成劇直接影響嗰啲咩霸氣總裁短劇。之前睇咗個新聞就係嗰啲霸氣總裁失業啊嘛，即係嗰啲短劇咯。係啦。係啦，咁嗰啲就可能就直接俾 AI 取代啦。咁呢一啲你話佢會唔會取代到魷魚遊戲啊？一啲叫紙牌屋啊，一啲可能啱講嘅皇冠啊，即係高登嗰首歌啊，嗰啲Soda Pop 啊，Soda Pop 啊，其實可以啊，Soda Pop 我諗係嘛？Soda Pop 我覺得可以做到嗰個畫面，但未必做到佢嗰個精髓同埋精髓係，因為佢嗰啲我覺得樂嘅嘢係更加重要，同埋你可唔可以成為一個現象咧，就好難嘅。因為佢本身點樣 Netflix 可以令到 Soda Pop 做成一個現象，我覺得係關於佢嗰個推廣嘅力度。有關係，因為佢嘅用戶有3.25億，即係一件好嘅嘢，本身可以放喺一個好多受眾嘅平台，都係容易啲爆起啊。所以點解 Sony 會將佢嘅版權可能擺咗俾 Netflix 咁解就係因為佢自己搞，我未必搞得起。係啊，但我諗佢都好後悔，擺到後悔睇。咁我哋可能期待會唔會有其他嘅王牌節目不停咁出現咯，好似魷魚遊戲咁咯。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持久戰嚟講，可能 Netflix 佢嘅優勢會更加大嘅，係啦。咁最後啦，咁我覺得有2點啦，大家都可以留意就係嗰個KOL 模式，佢開始都做緊，同埋 game 嘅模式啦。即係你可能你要預期 Netflix 嚟緊，可能唔係淨係睇劇集噶咯，可能佢有啲叫 KOL 嘅直播節目，好似我哋嗰啲咁啊。但係當然人哋出名好多啦，佢喺即係歐美已經簽咗好多好 popular 嗰啲 KOL 噶啦。咁佢就可能有啲直播節目，咁你喺 Netflix 上面都可以睇到。咁嗰個製作成本就可能會再平啲，量亦都可以做多啲啦，係咪？咁另外就係一個 game 3就可能話你上去攞打機都得過喺 Netflix 上邊，咁同埋個廣告嘅業務咧，佢哋不停做緊咧。可能依家你話我要俾錢先睇到，可能佢會嚟緊出個模式，就係你唔使俾錢啦，但係你要睇廣告。即係你可能我會有啲劇集，例如魷魚遊戲1咁樣，你可以上去睇，但係你要有廣告版，係咁你有 free 去睇。但係可能你有睇2、3咧，so sorry 你要俾錢啦，係啦。咁另外有一個就係叫 AI 植入式廣告。咁可能我話依家我呢一個叫香港嘅 product，咁可能喺香港地區咧，我就會有呢個品牌植入咗我個電影入邊或者我劇集入邊。但係原來可能去到歐洲其他國家之後，已經變咗歐洲其他嘅品牌植入咗呢一度啊，因為個 AI 可以置換啊嘛，咁所以就可以唔同嘅地區就植入唔同嘅廣告，咁嗰度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收入嚟嘅。咁呢一個可能係未來佢主要嘅收入增長咯，就係廣告嘅植入啦，同埋廣告嘅免費版本啦，都係創造咗新嘅藍海。咁所以我想講啊，即係而家嗰個你話佢我係咪叫做大戶震倉咧，震到去得翻60幾蚊，咁係咪一個買入嘅時機咧？其實我哋自己會持續買入嘅。咁你如果睇翻我哋自己系統啦，咁你見到即係啱出業績嗰一日啦，其實大戶資金不停咁流入嘅，而散戶資金不停咁樣走嘅，係啦。咁其實太驚係啦。咁你好驚嘅時候，其實你就將手頭上嘅籌碼就好賤價地俾咗大戶。咁大戶其實收貨唔係可能收1日1個禮拜，可能係收3至半年都有嘅。係。咁佢只要收夠咗所有貨之後，佢就開始向上炒。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話喺翻即係基本面嚟睇啊，或者未來發展趨勢嚟講，我覺得 Netflix 未來係有機會去到150蚊至200蚊都有機會嘅。但係依家現時嚟講，我哋唔係用短炒角度嚟睇呢隻股票，係用個中長線嘅角度嚟睇。係3-4年嘅時間都好長啊。係啊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可能睇 Netflix 嗰個趨勢啦。咁因為 Netflix 之前咧都試過係跌到75% 嘅，係講緊係2022年啦，係啊 ，Covid 嘅時候應該係啦，咁啊有佢自己當時嘅問題啦，有啲叫鬼賬戶，你有冇聽過？即係可能係一個account，但係好多人睇係啊，因為 share 嘅之後就開始就可以 share 幾個，冇錯，唔係4個啊嘛，係啦，咁所以咧即係打擊晒嗰啲
跟住就開始慢慢長升市係啦。咁所以你要預期咧 Netflix 都有一種趨勢，就可能一跌成75%都有機會。但係如果你話喺呢度低位 keep 住去買貨，其實佢未來可能嚟緊嗰2-3年都係一個好好嘅長線升勢會出現嘅。咁我哋就要係拭目以待啦。好。咁今集咧就多謝 Jason 啦，同我哋分享咗呢個 Netflix 啊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咧對於 Netflix 咧都有其他嘅意見咧，可以喺下低留言㗎。咁我哋都會覆返大家。如果大家對於其他嘅龍頭股啊、優質股咧，都有興趣想知嘅話咧，想我哋去到分析嘅話，都喺下低留言嘅。咁你記得掃一掃上面嘅 QR code 去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啦。咁我哋有最新嘅影片啦、最新嘅資料啦，同埋有呢個 Netflix 嘅筆記咧，都會擺喺呢一個嘅 WhatsApp group 入邊嘅。咁啊可以 scan 個QR code 啦。咁啊，我哋今集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